上星期六，一場強風暴襲擊德克薩斯州北部，造成咗大面積破壞，影響咗距離達拉斯約25分鐘車程嘅地區，風速高達每小時90英里，掀翻咗位於45號州際公路附近一家酒店嘅屋頂，破壞咗 Ellis 縣多處房屋。35號州際公路上至少7輛卡車因風暴而翻倒，一男子喺 Texas Motorplex 因其房車被翻倒多次而遇難，3名家屬受傷。強風暴導致近2萬人暫時停電，星期日晚上恢復供電。該地區仲出現咗冰雹天氣，但並未形成龍捲風。Ennis 市長 Cameron Rayburn 表示，該市正喺度開始清理廢墟，努力恢復正常工作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